頸椎病頭暈最怕嘅中成藥，日日頭暈、眼睛發脹、睇嘢咧感覺咧唔真實喎，成日咧頭暈腦脹，稍微咧做少少功夫，身體咧就特別容易攰，膊頭咧又僵硬又發緊，有時候咧幹壓咧仲會痛添。走路咧覺得腳底啊好似踩棉花唔着地一樣輕飄飄嘅，每日感覺到好攰啦，有時候咧仲會出現胸悶啦、惡心嘔吐呢啲情況。喺我哋中醫睇嚟咧，呢個可能係痰瘀阻絡引起嘅頸椎病頭暈。痰濕堵在經絡，不通則痛，又影響氣血對頭目嘅供氧，咁就會容易頭暈啦，甚至咧出現天旋地轉嘅症狀。調理嘅關鍵咧係將淤堵喺體內嘅痰濕清理乾淨，可以參考使用顛白珠糖漿，佢可以用嚟去濕化痰、活血化瘀，每日3次，每次20毫升，痰濕排出去，頭暈就會慢慢好啦。你記住咗未啊？想養生，跟住羅醫生。